你要只白狗丢了马个东西，蛇窝做马个本管到太龙而毒，疗愈干皮突出重心，叫做做马个做前作拍摄。上我第一答案，请看2礼拜的年底的沙地白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姜業輝，歡迎收看2禮拜的社會事件簿。上回大家紹介都係現狀嘅世界社會，其實同我做小片嘅係 JJ。大家好，我哋看到笑笑。大家好，第三個廖斌。大家好，最尾尾紹介卞然英。大家好。來2禮拜關注係你所唔知嘅社會白狗，挑隻白狗蹲來提升來看地圖。第一個你不知道的社會角落來到哪裡呢？哦，英國 Viva Britain 英國，你啱先來看題目。也在天氣嘅加油簽到，據說政府啲愛搶當風，並嚟冇緊攞。天一漸漸嘅熱，天二圓圓嘅貼嘅，第三求財廣告。哦。他在英國，就是在英國的首都倫敦。智囊團的成員，請出示答案。尖刺是不太可能，因为政府如果这样做的话，应该人民会抗议。我在想，因为街友人也不少。然后求财广告的话，就是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不想去工作那种心态，所以就算看到求财广告，他也不一定会去应征之类的。而且街友如果就是没有正式的衣服去面试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去面试。我是觉得尖刺也是不太可能，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就会伤害到其他的人啊。如果其他人可能只是想要坐在上面休息的话，没有去注意到，可能就会或者小孩子在玩啊，然后不小心撞到那里，可能会造成伤害之类的。我觉得英国政府应该不会那么狠心在上面铺尖刺吧？為什麼你們覺得尖刺就是狠心？可能他們很多街友就是沒地方住，沒地方過夜，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很適合的地方，然後結果上面有尖刺，然後搞不好又要再去一直找。你們要不要互相討論一下？選3啊。你選3。因為尖刺先排除掉，不然會太危險。然後軟墊，如果真的上面放軟墊，那大家都當街友就好了。你會為了軟墊去當街友？沒有啊，如果來那一塊給我。你講得很簡單，當街友，問題是當街友你依舊要面對非常多的問題。來，真正關鍵的在你身上，你最後的決定是什麼？应该是2吧。軟墊。就是可能很多来旅游的人，如果来这边玩，可是刚好又要坐下来休息之类，那样就是那个尖刺可能太危险了。OK， 所以确定是2，对不对？请看解答。答案是究竟硬的还是软的？惡心啊！不止英國的倫敦，我們看下一張照片。左邊是剛才那個英國倫敦，右邊是什麼地方？你們看得出來嗎？它在哥斯達黎加，這是一個什麼？公車站之類的吧。它雖然沒有這麼明顯的尖刺，但這個一樣的可以躺的長凳上設置了什麼？扶手。看似扶手，但其實你坐這種椅子需要扶手嗎？你也沒辦法擺嘛，手沒辦法靠，所以那個扶手是做什麼用的？讓街友不要睡在上面。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畫面，你有沒有看到？除了這些防止街友睡的，就是用那樣中間的凸起物，讓它不能平躺之外，另外一種極端的對照，下一張照片，在加拿大左上的那個 Find shelter here。怎麼樣的一個 shelter， 怎麼樣一個可以遮蔽的地方呢？右邊就是它打開來之後，到了晚上你要過夜或者下雨的時候，把那個遮板立起來。
这就变成是你暂时可以栖身的家。这就是不同的国家对待街友的态度。比方说这样2种做法，你们比较倾向支持哪一种？比较倾向加拿大。哦，做街友也不容易，就是说他要自己去找他的食物，然后要自行生活下去，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不管什么理由，然后他没有办法去上班去工作，那就逼不得已去当街友。然后当他们这些就是没有办法自行生活的人，就是他没有自己一个家的时候，就是可以设立这种地方，让他们就是至少可以栖身。对，可以有网上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小装置。对，不用再就是可能刮风下雨还在外面走啊之类的。针对第2题，谢谢4位的分享。那很不好意思，第1题你们没有答对。你所唔啲嘅沙肥白糕，听人家白糕炖奶，继续来看题图。来，接着我们到了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要看乜解咧？从相片开始，看清楚哦。有很重要的线索在里面。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场所？监狱。这里面都是未成年。来，来看题目。一群小学的用乜本人管到太浓的度喏？第1都是盲成年嘅犯罪者，第2都是天天野外非法入境呢，第3都车尾到传染票咧。智囊团，请出示答案。你要别人的吼。哇哦，因为得到传染病的话，那些警卫应该也不会待在那里。很好的分析，而且好歹也会有一些防护措施吧？他们应该也会那种隔离的那种，不是会有那种布会一层一层的隔离，但它只是一个铁笼而已啊。然后都是未成年犯罪者的话，应该不会一大群聚集在一个地方。为什么不行？因为搞不好会产生冲突。未成年犯罪者的话，应该不是都关在同一间吧？而且我不懂为什么用铝箔纸盖着，怎么看都觉得2比较有可能吧？你们都在排除，哦，2有可能是在排除。那爸妈呢？你们刚刚有看到大人吗？被抓去工作了工作吧？我不知道。可爱的答题手，你原本的答案是？我觉得2比较有可能。好了啊，有答案了吗？有。来，请出示答案。错不要怪我，那3个都讲。请看解答。答案是好啦，算你们排除的还不赖。好，亮灯手，请亮第1颗灯。恭喜你们！来，你们有听过一句新闻里面有讲到零容忍政策吗？川普政府之前实施的零容忍政策，就是管制非法移民，不让他们入境。那这里看到的，就是那些，尤其是墨西哥人，因为零容忍政策，被迫跟父母分开。那实际他们遇到什么状况？那现在最新的进展又是什么？一起来看 News Talk。很用的会老社会同也会分开咯，韩国的管理太long的度诶。保护一条小学的天天野外对墨西哥非法入境去到美国，上一个很卡好建议咧。不过川普推行嘅唔原来政策，係講本人做到咧，小學嘅就會老野外分開嚟管，主要就係要嚇一條移民，莫個非法入境咧。这是即将被迫分开的父子吗？佢啊，就给陌生看起来动艰苦，佢啊，就按细看，就按用一侧管理笼的都嘿。保護也係簽署嘅記錄所，過後小學嘅會對籠嘅度送到帳篷搭嘅收容中心。
那不就离爸妈越来越远？佢阿條聽出董上也愛。因為食材太粗殘呢，引起社會嘅不滿，民眾覺得代表使用所惡劣環境嘅李博山行到街路巷抗議啦。前面川普咪國部長留政策並用非法移民還係會本人做，唔過啊，唔會個留西澳嘅留野外分開來了，啵。正好他们很多除了我们刚才看那个小婴儿之外，很多是几乎是各位这个年纪的国小学生、国中学生，反正未成年。我好奇的问一下，那假设今天你遇到这样的状况，真的你跟父母一起非法入境到一个地方，要跟同年龄的人一起关在一起的，请举手。还不错，要跟父母关在一起的，请举手。因为我觉得家人比同学或朋友还要重要。OK， 你想要跟重要的人在一起，他们是为了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才到美国去。对，所以我觉得通常生活会跟家人，所以我会选择跟家人。生活的定义是要跟家人。紧接着，现在2题对1题哈，题3叫题目，先从题图来看。接着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欧洲国家，法国的群马格雷抢出题目。用嘅一隻機構會受到賦權居民嘅抗議呢。第一，犯人做的第一篇特殊；第二，精神病人做的第一篇上事情；第三，涉毒有眼條嘅人做的第一篇涉毒。请出示答案。边缘人，只要是国家，应该不会让毒瘾者继续吸毒，因为这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囚犯读书有什么好抗议的？法国可能开放这个原因是在说，可能他觉得读书这件事是好的，囚犯去读书他可能会悔过什么之类，但是居民可能会认为说，他就是囚犯，他就是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事的人，他不可以在这边读书之类的。来，2位为什么选3？到抗议的话，最有可能应该是3吧，因为吸毒本来就不太好，然后如果政府又在那边设，所以我比较觉得可能是3啦。精神患者沉思，通常不会影响到别人。是。然后吸毒就是因为是毒瘾者，他可能会一再的吸，然后最后也是就会大吵大闹，会影响到别人。3位，答案是多少？ 3。你原本选3了。哪里让你觉得是3？你觉得政府这样做不对啊？居民是抗议政府这样做不对。嗯。不应该让那些人继续毒害自己。OK， 好，那请出示答案。 3号。好，3。来，请看解答。答案是，就是不好意思。嘿嘿，恭喜3位，来，接着请亮第2个灯。来考你奖赏篇。我请教各位，你觉得政府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地方，让有毒瘾的人在这边吸毒？有什么可能性？有什么合理的推测？可能觉得比起看不到，看到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所谓的阳光政策，让他们摊在阳光下，至少不是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社会角落。那在那样的角落，可能还会因为吸了毒之后，衍生更多我们无法预期的社会问题。当然，在这边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你们也要听清楚，包括观众，尤其电视前的这些比较年轻的观众，这是在法国他们所做的处理，但像我们这些行为在台湾都是违法的。吸毒有害身心健康，而且在台湾是违法的。哈，在介绍他们这么做的同时，那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其实不同的国情有不同的法规。那实际的做法，我们来看一下 Newsdog。毒品不是会危害人体健康吗？对呀，秋早的很。
舌头舌度有检查室，医护人员为第一片进一步确认舌头嘅人身体嘅情形，还会提供代替毒品嘅东西哦。很用的要用咯，老舌头嘅反应就清做起来就好了啊。推动一只舌头舌嘅人，知道舌头嘅人永久都做唔停。政府要做嘅係好好管理毒品，降低枕頭嘅感染，減少賣毒品嘅犯罪行為。过暗用之后，一般大众不太能接受吧？保護唔講嘅冇唔錯，一件舌頭舌其實啦要受到附近居民嘅抗議，佢哋請講舌頭嘅人影響附近生活嘅安全哦。这就是逆向思考吧，说不定真的可以改善吸毒的问题耶。其實其他國家沒有相同嘅做法喎，也係啲希臘嘅舌頭舌，醫護人員也係啲監控舌頭嘅人，要用正確安全嘅方式來注射毒品喎。那像我一樣的未成年小兒能進去嗎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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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毒品對社會嘅身心會有潛唔好嘅影響。故所單槍提供成年人來用，未成年嘅 out。我们看完解说，针对法国，纵使毒品不合法，纵使他们也没有主动提供毒品，他却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让这些吸毒的人可以在这边吸毒。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台湾也可以这样，就是设立一个这样的场所，然后要吸毒的人就是进去，然后政府提供毒品，但是出去的时候都不能带走，然后要进去的话要登记，然后离开的时候要检查看有没有过量，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可能说到时候哪一个人啊，就是吸毒过量在路边怎么样了，这样还可能会闹事。我是觉得台湾也是可以设立啊，只是不要设在你家旁边。不是设在不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好，谢謝4位小歐的分享，加油哦！現在3題對2題了哈，所以每一家題目先看都哪家國家。歐美我們都去過了，回到亞洲 ，India， 印度看乜嘅咧？從相片開始，大家來找茬，仔細看這張照片，都是女性，都是女性，很好。還有一個特色，你們有沒有發現？整個畫面有一個什麼感覺？五彩繽紛。客家話叫法拉必博。不過強調係印度，有隻為所實唔係像安樣，到底係哪位做乜嘅要安樣？強下來看題目。一群生發啲向着上陣度作拍攝嘅細妹，有乜嘅上場嘅喏？第一都係醫療過時嘅護士，第二都係模特老公嘅富人家，第三都係食素到心情嘅富人家。白衣服讓你們聯想到什麼？神父、教會，與宗教相關，可能跟死亡相關吧。跟死亡相關 ，OK。可是這裡面沒有宗教的選項，有死亡類似的選項。智囊團請插牌。嘟嘴小妞，你選的是，你剛才不是跟什麼死亡有關，你選護士。醫療過失不就死亡嗎？啊，要那麼嚴重哦？我以為只是，比方說摘錯器官或是手術過失，就要到死亡嘛？不是嗎？過失致死。可能吧。OK。我在電視上有看到，就是說印度這個地方，他們就是好像有一個區域的人，就是只要是丈夫死掉了，然後他們就要到一個地方，然後他們就是規定就是要穿白衣服，然後他們還有去播報去找一個寡婦，就是找她，然後她已經在那邊60幾年了，就要待在那裡面。那他不是70、80歲了？對，已經很老了，就是要一直待在那裡面。哇哦，很有見識哎。沒關係，我們聽聽看答題手怎麼講。
觉得是2。还有他们可能穿白色是为了守妇道。现在4位小欧里面有2派，2个选1，2个选2。请问智囊团，你们最终的答案？答题手，请出示答案。答案是不是失去丈夫的寡妇呢？枪款给他。解答是。来，秀秀，请亮灯。那看这张相片，跟你当初看的差不多吗？差不多。这在印度是一个寡妇，可以讲是寡妇村或是寡妇小镇，就如同刚才JJ 有提到的，我们听到有2种说法。第一个就是失去丈夫之后，你会被视为是没有经济生产能力，因为印度可能是男生在外面赚钱，那你会得给家里带来负担。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是，以前有一些印度人会觉得说，你结婚之后，太太就是要想办法照顾好，老公的身体、老公的健康。那怎么会？你照顾的对象都挂了，你还活得好好的？那基于这样子，我们当然不认可他们这样的一个思维或是这样做法，但是在这里，他们某一些地方依旧有这样的陋习，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存在。好，下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很大的对比，同一群人差别在哪里？一群是愁眉苦脸，然后一群是笑嘻嘻的那种，很欢乐。这是印度的，我们可以翻译成类似彩色节，就是他们会拿那个各种色彩的那个花跟粉。原本这些被集合在寡妇镇的这些女生是不能从事这样的活动的，但是就有公益团体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某种程度回到正常的生活，跟其他人一样，享受色彩缤纷的人生。那实际在这个寡妇镇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些相关的资讯，我们就讲 News Talk。也着妇人家正经喊才哥，无替老公手动艰苦嘞，还会被家族和社会排挤。哦，系啊，古所记得来到一只寡妇上，虽然当困苦，不过大家做得相互做伴，还有人会教记得学习，勉强是得饱啦。哈，迄讲当后生，老公手是铁嘞，没强用爱来压威嘿。冇唔错，有条细妹从20岁就本人白电来一片公益咧，也就是佢杀下来大部分嘅人生了。不过，有人办法通，让他们可以重新体验色彩节，爱吃到动赞，佢也着个眼神过到动到色，小都寒听。色彩节是印度当重要嘅传统节日，唔但将係做得打扮到正，彩色粉还代表福气，韩国一条就是富人家亲需要嘅，佢就是欢喜然后祝福。希望印度沙菲有朝一日可以摆脱对寡妇的歧视，让他们黑白的生命充满色彩。真正係當夢演前嘅，戰場上嘅邊呢，唔係親人，係本人出體。也是這在本地的機器人，一張係戰友，那一張只係兄弟。我去嘅地方，你看是啲係戰場，不過做乜嘅兩個人，你就能拍散，因為佢唔係邊呢，佢係牧師。上去嘅時節，魔法度到教堂去做禮拜，或者有牧師聽人，不論行到哪，萬難都係溝通。上兩圈，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當到一趟牧師講頭，戰車是在天都巡條。兩圈去年呢，喺美國的飛航站到宣談節之前，本舉派衝炸外政府，
所以牧师给了透过祝福给了，在顺时完全政府平安转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世界兄弟环境挺危险，不然唔敢表送。你看，变得小红奶系穷啊，唔系顺境，是讲个祈祷到日本要听人打来，用念诗是最相似。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除了汉菜嘅变呢，汉拿到嘅时间，牧师系为尸体嘅变呢来送行，佢哋身体保能过去，佢哋嘅灵魂对牧师嘅祷告当中得到平静。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战争当残酷，为生为死只有上帝定，变呢唯一做得做嘅是要祈祷。俺看到英国的伦敦有当从小世界部也如法炮制推出我们的健康版钉床。今天很荣幸的，在4题当中担任答题手，唯一没有答对的是 JJ， 所以有请 JJ 请上床。躺在健康版钉床上的 JJ， 现在的感觉是？还好你觉得这里你可以躺多久，30分钟。好，那我们可以走了，30分钟后来找你。如果像伦敦的游民街友一样，需要躺在这上面过夜，你觉得你办得到吗？办不到，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会痛，压在骨头的地方会很痛。现在最痛的地方是哪里？这边。有其他人想要体验的吗？我你确定？你的肉比他还少哎。没关系啊，好，来，痛不痛？挺痛的，好，现在身体最痛的地方是哪里？也是大腿。也是大腿。来，借这个机会，好，大家听我讲。其實當到全副嘅全車都係日體兩面嘅，可能呢隻機體讓向嘅唔單止係簡單，成為針對嘅解決人體。以上係2禮拜節目內容，幫大家共下來思考。好，那精彩嘅內容，下個禮拜6安排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事件簿，拜拜。我的屁股應該算是有肉的吧？哦，還好。你可以嗎？你比較有肉一點。好，哪里最痛？被人身攻击。哎，什么有肉一点哪有人身攻击啊？头痛啊，所以你的脚不会痛，他们脚不会痛。